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前台北市长高文地涉金华城案、政治献金案，检方求刑28档6个月，下晡一审宣判，合并执行17档，褫夺公权6档。美国白宫宣布传习会按算5月14、15举行，中东战争敢会伫传习会进程结束？白宫是讲上班5月中会收煞。立法院经过2天的讨论，国防特别条例送出委员会，也毋过专案保留送调也协商，1个月内无结果，4月底会送院会表决。来看前台北市长民众党的创党主席郭文德涉金华城案、政治献金案，检方是以道理违背职务受诬陷罪，佮有公益侵占背信罪来起诉，求刑28档6个月。今仔下晡2点半一审宣判，是合并执行17档，褫夺公权6档。台北地方法院下晡一审宣判，是要求郭文德佮有台北市议员殷晓薇、台北市前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佮维金集团的主席沈庆景，4个人都爱到法庭来听宣判。郭文德伫下晡2点15分行入去法院，伊的支持者嘛伫法院外口上冤。郭文德一审是红判17档，褫夺公权6档；殷晓薇红判15档半，褫夺公权6档。依照选罢法的规定，若一审红判超过10档哦，就袂使登记来参选总统。所以这嘛代表郭文德嘛已经失去2028年总统大选的资格咯。来看台湾民众党哦，除了创党主席郭文德判官司，嘛正做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的中国配偶徐春英，嘛予以违反反渗透法起诉。检方的起诉书哦，佮记录真侪伊甲中共的官员直接佮有对话，嘛显示讲中国的统战渗透民众党，佮渗透台湾国会介入台湾的选举。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要请苏眉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这民众党除了是投拄者这郭文德的宣判结果去受到影响的，这2天咧，这民众党也真受关注的，就是这个因的新住民的一个前委员会主委去受到去检方的起诉。这个徐春英到底是虾米款的人物，做过虾米款的代志？咱做伙来看。这个徐春英是一个中国人，1993年时阵过来台湾，过去是捌做过中共国营企业的干部，伫咧咱台湾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这回这检方起诉的内容当中是讲到，这徐春英长期甲中国迄边接触。甲伊互动的人，分别是这民政部两岸婚姻的主任杨文涛，也那另外一个是这上海市统促会副主任孙宪，两个拢是中共政府的大官。徐春英去年甚至是捌做假申请书，互这个孙宪暗砍身份来台湾。徐春英是长期甲中国迄边，甲因汇报咱台湾国内政局的局势，也佮有这言论发展的方向，甚至嘛有这接受中国迄边的指示，甲这大选指定的候选人来徛台，小想要影响选举结果。徐春英就利用这2条路来扩大家己的影响力，一方面是会当摕到中国迄边更较侪统战资源。因在另外一方面，也利用伊有动员中国籍配偶的能力，甲咱国内政党讨讲伊要做不分区的立委。亲像伫咧2023年的时阵，这民众党就甲伊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是因为后续伊的统战背景去互压出来，才做无到。不过，徐春英小想要插手政治，并无因为这不分区的立委做无到，这步就来结束。根据检方的调查，徐春英甲中国迄边是密切讨论这接班人是要安排互什么人来做。亲像这站因为国籍引起争议的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正秀，就伫咧因的讨论名单内。中国就捌甲徐春英问讲，由这个李正秀来接班，敢有问题？讲到这，就有真侪人发觉讲，提供不分区立委席次的拢是民众党。所以讲，大家都会真好奇，这民众党甲徐春英中间的线到底是安怎牵起来的？民众党的党主席吴国昌是讲，徐春英是由因海选选入来的，
不过说是去互亚航讲，徐春英早就捌甲民众党的高层见面食饭，有真侪讲法拢是甲检方的证据斗袂对同。不过像有关是批评，这起诉的内容拢是政治语言，是咧甲因抹红抹黑。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甲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苏美友，今仔日欢迎嘛针对国家安全法的修法开第2场的公听会。有律师就点名民众党的立委李金秀，甲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前主委徐春英，认为讲境外势力渗透甲非常的严重哦。佮指出讲，2024年强盗案起诉的人数，嘛已经是3当前的3倍咯，渗透已经无所不在。内政部的处长是强调讲，国安法的修法目的就是要来提升咱国家的防护能力。行政院提出国安法修法草案，民众真多人袂当鼓舞对台湾发动战争。26日欢迎内政委员会举办第2场的公听会，面对防这个可能冲击到言论自由，内政部强调，目前中国对台湾除了用过的公众言论罪、是理罪甲法律罪，即马佮加错位罪、侵蚀罪。国安法修法就是要互着人的攻击成本提悬，是要让敌人的攻击的成本提高。提高我们的嚇阻力。国家安全法的修法是在弥补我们在我们的国家的免疫系统。参加会议的学者蒋桂美批评，修法是行政权事先管制。不过律师保刑期认为，刑事的处罚已经真久无咧用，修法了后，行政的处罚对中介入较下比例关少。不过即马个人去香港也要加注意，香港的国安法是扩大警队的权限，调查危害国安的案件，会当要求交出电子设备的密码。那记者相当会当判1年，引起国际关注。我们一直有提醒国人呢，就是说赴陆港澳还是要注意人身安全。到了陆港澳之前，尽量到我们的登录系统去登录，这样子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政府才有机会及时去应应。由于回警时到香港旅游交流等等的环境风险，恐惊继续称悬。提醒个人去香港之前，爱斟酌思考。学者吴锡志认为，香港的国安法继续修正，显示北京当直直压制香港的民主甲人权。港版国安法它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这个威权体制的一个执政的地位，当然也会对许多的这个也会前往到香港的这个不管是外籍人士，当然某个程度上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学者认为，若去中国、香港、澳门，除了电子设备包含手机笔记型电脑内底资料要注意以外，通讯软体也可能是防调查的方向。建议当先换做啥物拢无的手机伫台湾的资料都莫查过，降低相关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今仔继续并来审查国防特别条例，针对在野党的版本拢无包括无人机 AI。总统赖清德是批评讲欠缺专业的认知。国防部长顾立雄嘛强调讲，无人机伫新形态战争是真关键，万国会当透过特别预算长期来采购。也毋过调野嘛是无共识哦，所以全部保留送调野协商。那1个月来无结果，上近4月底会送议会来表决。立法院26继续审国防特别条例，验过行政期1.25条版本，加国民党团3800亿加 N 类版本，抑个民众党团4000亿的版本，内容差真多，几多项条文无共识。若被排除无人机 AI 2大项目，总统赖清德批评在野欠缺专业知识。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提出1.25条减 N 类方向，希望有共识。国防部长郭立雄讲，这个项目一项拢袂眼欠，对俄战争到美伊冲突，无人机拢有正重要的影响力，一定要有强论防卫论性的国防自主生产能力。要透过特别预算来有一个长弹，然后产生一个规模效应，然后助推这个我们国内的武器产业。为了要改善军国引擎的情形，国民党版本提出听取制度，对执行成效无够协定进度50%，就要甲执行机关的首长甲相关主管以上监察期听取。林也是反对，这个在野目的是要恐吓国军，唔敢追究美方的责任。归因为美国方面的因素，也要追究责任，欢迎你们提案。那这一点就摆明了只处理台湾的行政部门，然后连美国提都不敢提，一起提，那要去追究吗？符不符合现在的现实？你要追究到一些比较基层的，我们的一些相关的
主管，其实这个有些事实上他可能有困难，可是他必须要有人负责，所以在这个部分执行的机关首长，我觉得其实是应该可以去讨论的。因为国军进行签下4项军购法技书，其中海马斯前国案基地进行就爱付第一期的款项，不过国防特别条例也未通过。郭立雄讲，怎么直跟美国协商？跟美方协商是看是不是有办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展延一段时间，或者是降低支付的比例。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社会决定5月尾举行，是不是影响台美军购？郭立雄强调，咱已经得到美国方面的保证批，双方有保持沟通，无任何延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白宫宣布讲，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按算5月14、15举行。外界嘛正关心讲，这敢是表示讲中东战争应该会伫川习会进前来结束？白宫是强调讲，战争本地就按算讲要拍4礼拜到6礼拜，所以上班5月中应该会收煞。因为美伊以战争延期的川习会，即马确定美国总统川普伫5月14到15会去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川普发文讲，正期待甲习近平的见面，相信是一场意义非凡的盛会。First Lady Melania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also host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for a reciprocal visit in Washington, D.C. at a later date to be announced this year. 本来美国单方面宣布，川普访问中国的日期是3月31到4月初二3天，新的安排是减1天。大家也注意，这是不是代表中东政局有可能伫川习会进行结束？白宫讲，本来就按算件数差不多4礼拜到6礼拜。We've always estimated approximately 4 to 6 weeks, so you could do the math on that. President Xi understood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resident to be here throughout these combat operations right now. He understood, obviously, the request to postpone and accepted it, which is why we have new dates on the books. 中东战争也互全世界拄到能源供应的风险，咱国内也拄在讨论重新启动核力协商。民主党籍美国众议员也讲，台湾超过99%的能源是靠进口。美国国务院最近讲，要甲世界各国合作发展民用核能，大家就注意是不是有包括台湾。How you see Taiwan fitting into this broader agenda that you outlined? What would effective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look like, and how can it enhance its energy resilience? As I laid out, the president's energy dominance strategy, I think, is worldwide. Specific to the Taiwan, what our engagement in there is, I would imagine that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our policy. 另外 ，WTO 第14届部长会议日前伫咧非洲的科迈隆举行，不过咱代表团因为签证国籍被矮化，造成25年来第一遍无法度参加。外交部提出强烈的谴责。美国众议院美中竞争特别委员会也发声明批评中国介入，造成台湾无法度参加，强调台湾有权利伫咧国际机构有席位，希望 WTO 爱站出来对抗霸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美国甲伊朗的情势哦，看会安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伫共和党募款的暗会是讲，伊朗哦虽然嘴个真硬，也毋过私底下是真赶紧要讲和。伊朗的外交部长随着伫国家电视台强调讲，因只是透过第三国团话，毋是谈判，嘛明确来拒绝美国提出的15点停火协议。伊朗是要求讲，要爱心赔偿因战争的损失，保证讲美国发动攻击，才可能会停火。美国总统川普伫华府举行的国会委员会募款暗会，对支持者展现充分的信心。伊讲美军伫苏西农会行动得到大胜利，并且讲德黑兰当局当私底下希望达成协议。川普认为，伊朗的领导层伫公开场合否认，是因为惊受到国内民众或者是美军的报复，才互这场可能的谈判变成干来当做，袂当讲出来。And they are negotiating, by the way,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but they're afraid to say it because they figure they'll be killed by their own people. They're also afraid they'll be killed by us. There's never been a head of a country that wanted that job less than being the head of Iran. 针对川普的讲法，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吉随透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批评美国一直讲到谈判，本质上就是承认失败。阿拉吉证实，美国透过巴基斯坦、甲埃及等等的友好的国家，传达包含15点要求的方案，内容牵涉到停止浓缩铀、甲减少飞弹的计划。不过，伊朗方面看作是信息的交换，唔是谈判。مذاکره هم تا الان انجام نشد. من با ضرس قاطع عرض میکنم. در حال حاضر سیاست ما ادامه مقاومت هست، ادام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هست
بنای مذاکره نداریم. تا الان هیچ مذاکره هم صورت نگرفت. 伊朗目前拒绝美国的停火提案，甚至又搁提出5点的停火条件，包含停止暗杀因的官员，确保袂搁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赔偿，停止敌对的行动，还有伊朗对荷姆兹海峡主权的行使。若无伊朗会继续封锁荷姆兹海峡，即马各人讲各人的，而且战火继续咧扩大。联合国的秘书长葛提瑞斯强调，战争已经突破各国领袖捌认为的袂当想象的界线，毋但造成人道的灾害，搁互全球的经济面对真剧烈的冲击。伊宣布指派特使去朝，并且直接点名美国甲以色列，强调即马就是互这场毁灭性的战争收煞时阵。My mess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s that it is high time to end the war, and my message to Iran is to stop attacking their neighbors that are not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美国甲伊朗虽然伫公开场合约咧对决，不过中央有人咧斗扫影影、传信息，显示外交的手段也未完全断去。这场毋知影啥人讲的，这是对的谈判传言，到底是会迎接和平，还是新一波攻势进程的烟雾弹？各国拢真关注。国视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加州一个20岁查某人伊伫3当前控告 YouTube 佮 Instagram 的设计，造成伊自细汉就瘾网络，无法度控制。美国加州法院暂时判这平台的母公司 Meta 佮 Google 这两间要赔偿600万的美金。也毋过，这两间公司是不满判决，表示讲因会佮上诉。一个小名号做凯莉的20岁查某囡仔，为6岁到9岁开始使用 YouTube 甲 Instagram， 不过这平台设计颠倒，互伊瘾掉咧，引发焦虑甲忧郁等等心理健康的问题。凯莉甲伊的老母都要甲这4间主要的社群媒体请因食官司，包括 Instagram 的总公司 Meta， 还有 YouTube 的总公司 Google、Snap。还有 TikTok， 其中这个 Snap， 还有 TikTok 在咧审判进程都已经达成和解。陪审团最後是裁定 Meta 还有 Google 下卡 YouTube 所有的罪名拢成立，要納600萬的美金，大概是代表1.9億的賠償金。To take that teenager whose mind is still developing, and to be fully aware of how you can use a casino effect, which is what the YouTube documents talk about, using a casino effect on a young developing mind. They assess the risk and they move forward anyway. Meta 需要負擔70%責任，然後 Google 是要負擔30%。不過 Meta 決定上訴 ，Google 嘛咧評估是唔是要繼續上訴。Teen mental health is profoundly complex and cannot be linked to a single app. Today's decision is really a turning point, and the next step is for lawmakers to enact safeguards that protect kids and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enforcement of these safeguards, because we know these tech companies cannot be trust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mselves. 这个案例，甲科技公司过去常常使用的法律合联权突破，目前还有1500个案件排队伫咧审理当中。法律专家就分析，这个案件可能会变作是后摆小项诉讼的重要参考。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过来消息哦，过来看前劳动部发展署的署长谢宜勇涉一场霸凌，各方逼供，任内涉多例厂商侵占公务礼品，和检方以贪污罪起诉。去年新北地方法院一审是判有期徒刑4档6个月，褫夺公权3档哦，搁再上诉。今仔早起2审开庭，谢宜勇是认罪，嘛请求法官判伊假罪，即案4月16会宣判。你说做错就要接受惩罚，为什么还会提上诉啊？来，走这边。伫无啊甲翠暗规分所包安安，伫律师的陪同之下，赶紧就车离开。劳动部发展署将北分署署长谢宜勇陷入借钱的官司，洪指控伫咧任内2件采购案涉入多例特定的厂商，侵占公家3个礼盒，一审判4年6个月。提上诉了后，2审开庭审理。我对不起大家。谢谢大家的关心。谢宜勇捌公开回释咧，即个洪团换到庭，就算伊认罪，后天讲家己无知，戆甲袂白上，而且真嚣摆，搁结一个气，讲对法规无了解，甲厂商行了伤晚无站责。相时伊嘛主张讲，无人是挑工要犯罪，伊敢若想要甲代志做好好，大家拢伫咧忏悔，希望法院会当予伊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伊的律师阁提出面贷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案件来做例，强调不法行为有甲900万。拢会使有完刑的机会，不过谢宜勇敢若是一时欠考虑尔，是安怎一定要伊入去关？如果没有照他的方式做的话，是会有什么样的处分吗？
捌做贾义勇下死生间的股长，嘛咧做是共一案的被告。伊伫法庭辩讲，若毋是贾义勇硬甲伊威胁，当初伊就袂违法。因为检察官是建车法院，甲贾义勇当判刑，专案按算4月16宣判。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的梨林2024年11月，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啉酒失控，举刀仔杀死情某。经过彰化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审，将一审是判无期徒刑。死者的律师是表示讲，被告到当佮拢无后悔，加上希望讲会当判伊死刑，对法官判无期徒刑勉强接受。发生伫2024年11月，彰化二林的这件家暴杀人案，姓李的查甫因为跋筊欠缴，甲出来讨钱讨无，最后摕刀甲生出来情某杀死。当时死者前2届嫁出来囝儿拢伫现场，致使2人身心受到创伤。案件经过彰化地院国民法官庭审，一审判姓李的查甫无期徒刑，体大公权终身。违反保护令的部分嘛判处6个月徒刑。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看中的还是钱。那再加上本案呢，也有经过草疗精神科医师鉴定，那么鉴定的结果也认为说，他再犯之余是非常高，而且呢，他是有高风险，认为呢，他应该要在高度结构化的设施里面才有可能有教化的可能性。委任律师指出，合议庭审酌姓李的查甫虽然伫庭上认罪，嘛强调若搁来一遍，袂搁再犯。毋过当机是因为惊风判重刑，而且无尽力赔偿死者家属，也是考虑囡仔经济甲生活，认定姓李的查甫无悔意，因此判决无期徒刑。对一审判决结果，得过死劫的查某囝表示也搁会当接受。要求死刑是因为当初他想杀的是我跟妈妈。然后就是怕他出来又危害家人，这样就是比较担心他如果之后如果可以假释的话，是比较担心他要去找弟弟，所以他就是不要出来就好了。死者的查某囝表示，事发了后就搬离开遐，未成年的小弟嘛已经有安置，不过烦恼若准姓李的查甫有假释的机会，生活可能会阁受到影响。原本是希望会当判死刑，不过安尼结果会当参姓李的查甫长期隔离，也阁会当接受。若敢要阁上诉，爱阁参律师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有2个泰国籍移工主动到移民署高雄专勤队投案，2个人的身躯无半仙钱，嘛袂晓讲华语哦。这2个人是从拐来台湾做临时工，逐工拢爱做超过16点钟，1点钟阁无到100块。移民署甲警方掠到非法的中人集团有14个嫌犯，嘛伫苗栗山区哦，阁救出7个受害的移工。不要跑啊！警察来救你的 ，Immigration。警方口气温柔，安达移工爱紧，唔免惊，唔通走。去年底，移民署高雄专勤队接到2名泰国籍的移工来投案，因为2人袂晓讲华语，身躯顶嘛无钱。进一步了解，才知影因是拐来台湾做临时工的。因为幕后敢若有非法的中人集团在运作，移民署随会同警方追查，伫咧苗栗山区找找受害移工，拢总找到7人，其中受害上久的是112年就互拐来台湾，因为薪水拢互扣掉咧，无才调走嘛唔敢走。要跑，不要跑，不要跑！没事，没事，回家，回家。移民署表示，这个非法的中人集团对112年起，都找水姑娘啊，伫农场果子园翕水水的影片，大文讲来台湾机票免钱，有专车接送，薪水1天1000，佮有加班费，甲这假广告放去面册，写泰国人来台湾做临时工。移民署讲，这移工来台湾拢是去种果子啊，较济，一个人爱身付6万块的泰国钱给中人，有袂少受害者拢是卖厝卖地，要来赚大钱，最后煞成做一场空。受害人来台后，不仅被当成商品，还遭拍照上传，提供各个非法雇主挑选，并逼迫每日高达16小时从事高强度工作，克扣薪资总计达新台币70多万元。中人集团甲薪水扣掉咧，方便剥削移工。若发现移工无啥人要请，就会甲因赶转去泰国，也是再去互移民署发落。移民署表示，对112年到今，估计受害者有上百人。现在这14名嫌犯也全部按照人口冠军控制法定罪名，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郭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
来看新竹地区哦，即马水情是已经是黄灯咯。行政院嘛要求经济部就爱跨区来支援调度。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半暝开始有方面会通过台湾，所以拜五顶部、中部以北部分所在哦会落雨。后礼拜会阁有方面报道哦，雨水会愈多，嘛望讲会当加落一寡伫集水区来疏解水情。天气是凉凉啊，真舒适。不过北台湾的好天都要结束啊。拜四半暝开始到拜五透早，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是一时变凉冷，台中以北伫透早甲这时有较大的雨势，提醒民众上班上课都要注意。凌晨一直到明天上午这一段时间，锋面逐渐的通过台湾上空，在台中以北，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较大雨势，甚至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甲南部山区也有短暂雨。不过方面顶面的雷公雨所大大个降雨区域，阁无确定，是毋是对咱的水库有帮助？该观察。目前国内主要的水库石门欠水量阁有5成6以上，不过新竹宝山甲宝山2的欠水量拢无到2成5。台中地区的水情目前是爱注意的灯号，行政院指示经济部一定爱随时检讨、全力调度，确保民生用水伫6月进前。唔免分区送水。因应后续降雨的不确定性，院长请经济部务必要持续滚动检讨各地的水情，特别是蓄水量偏低的新竹、宝山及宝二水库，还有台中的鲤鱼潭水库，必须最大化的跨区支援能量。目前新竹科学园区甲产业园区继续自主欠水7%。农业部门透过轮流压田甲水门的操作，加强压田的管理。行政院指出，启动控可化备用的水源，应用后续民生公共，也有农业用水的需求，也提醒民众得爱省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起有新竹农民甲民间团体去农业部抗议新水试办的计划无提早来通知，造成无水通报产哦。因是批评政府根本是为着科技晶片产业来牺牲农业的用水。农民甲民团手举打起的圆仔，聚集伫农业部头前抗议，指控农业部推出的头前溪省水试办计划，鼓励农民配合游经，但是水闸门伫开放申请进前都已经禁起来，根本毋是自愿参与，是强制断水。农民嘛质疑是牺牲农民甲水资源送去互科技业。农民那个申请达到一半以上后，他们就对外合理化的说法是说农民。配合度很高啊，那个其实我们农民已经投注成本。农民其实在3月17号才去参加这个系统性节水计划的说明会，隔天就无预警头前溪流域的水门就都关闭了。那当时其实农民才刚插秧插下去，所以很多农民最诟病的是，你如果要全面停灌，你可以早一点跟农民通知。民团嘛呼吁农业部就要提出完整的配套，配合农民导入智慧灌溉设备，推动农民甲企业更好的模式，莫干那靠禁水闸门。政府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做好行政政策的研拟预告。然后在企业的部分，我们期望在其他国家可以发生的这一个 ESG 的资源跟技术协力可以共同导入。在农民的部分，不应该让农民走到最后只能默默接受停水这个策略。农水署拜沙培会目前头前溪是采用轮水口的处理方式，毋是停止灌溉。不过民团甲农民希望会当甲农业部做伙好好讨论，公开说明省水计划完整配套。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清明要到咯，有袂少人会提早备忘。彰化县的消防局是表示讲，今年雨水较少，真打扫哦，所以公务火灾有增加。3月14到24到52件公务导火的通报，比去年的同期增加大约2成。消防局嘛表示讲，已经启用无人机来监控。若有民众违法烧杂草，互抓到上悬哦，会当罚10万块，阁有刑事的责任。烧来啊！大火直直烧，头前就是面题，互人看甲真紧张。中华分园进前发生公墓火灾，附近有10外户真家，加在消防员提早布好水线，火势真紧就控制落来。清明节就要到咯，这阵啊有袂少人提早备忘。根据彰化县消防局的统计，3月14到24到52件公墓杂草火烧的通报，甲去年同期43件比起来，加大约2成。咱今年因为咱清明要到啊
而且咱今年的春雨比较少，比往年少，所以说公墓火灾有较往年比较多。统计到3月14到24号本县已经发生了52件的墓地的杂草火警今年雨水少，天气真打扫，公墓若发生火烧山，有的至少都是几啊天。中华县环保局表示，这阵台湾是吹东风，西半部较闪风，大气环境扩散条件歹，若搁加上火烧，空气品质就会加倍恶化。近期的大气的环境呢，是属于吹东风。那以西半部来说，我们都是以比较扩散不良的一个背风侧。近期接近扫墓的一个季节，公墓有一些露天燃烧的一个情况，那其实都会造成空品有加成一个恶化的一个情形。消防局表示，已经针对县内13位重点公墓，利用无人机监控加强巡逻，处理违规烧杂草等等行为，嘛提醒民众陪墓都爱守规矩，注意用火安全。若违法引起火灾，上悬会当罚10万，嘛可能会有刑事责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中东的战争嘛，影响到全球石油化工原料的供应。咱国内最近所解原料是真欠缺，唔但起价，甚至佫叫无货。工编会嘛表示讲，会来配合经济部进行稽查，呼吁业者就唔通囤货。中东战事唔但冲击油价，即马连民生用品嘛受到影响，包括塑胶粒塑管等等的用品，最近拢传出去2-3成。经济部拜三证实，发现中半经销商延签出货，工编会感谢介入调查。调查说，是不是有恶意囤积，或者是有哄抬物价的这个监督机制呢？从公平会的角度来看，如果是联合的恶意拒绝出货，这个就是构成联合行为。是啊，你有去查吗？我们现在正在调查。我们要调查的重点还是在于这个有没有联合拒绝出货，这个需要有点时间来收集，是不是有这样的事证？工编会表示，除了联合起价属于联合行为，其他亲像联合囤货、联合拒绝出货，这拢算联合行为。观察的重点是合意。当在利用机会囤货，就算是合意。若是有事证，工编会就会介入调查。目前工编会会配合经济部的调查，来了解目前市场的情形。只要有一些事证能够抓出说他们有合意的状态，这样也可以。好，那什么现象？譬如说市场结构是寡占，譬如说业者之间彼此之间的成本结构差很多，但是价格却调得一致。陈志明表示，工编会业务单位针对无共塑胶粒的材质介绍，拢会去了解。不过要摕到直接的事证是真无简单，会透过间接的事证来了解情形。立委呼吁，若是联合囤货，会造成证人有需求煞无地买，最后演变做乌白绑架的情形。所以爱为源头主动，才会当稳定市场的秩序。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中华职棒的总冠军乐天桃园，今仔受邀请去总统府，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亲身接见。赖总统对每一个球员的表现拢真清楚，嘛讲政府会继续来拍拼推动运动产业。伊嘛真感谢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的付出。钟豪军总教练，甲球员一个握手。乐天桃园伫咧顶一季台湾大赛赢中信兄弟，摕到中职36年总冠军，也是乐天时代第一座冠军。就往例接受总统府邀请，由总统赖清德加副总统萧美琴亲自接见。以球迷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敬意。那同时呢，也以总统的身份代表国人，恭喜乐天桃园。任志平，请站起来。你知道我心里不大爽，你知道吗？不过还是要向你表示敬意啊，因为你打出了这个3分炮，虽然阻止了这个统一师的总统府之路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你的那个价值啊。赖总统一个点名每一位选手的表现，给因鼓励，强调政府会甲大家徛做伙，继续推动运动产业，也特别感谢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的付出，第12强摕到世界冠军，经典赛也赢韩国。从什么地方最能看得出来他做得很好呢？因为他还没有做满，人家就想要这个位置，想说哇，这个总会长一定很好当，而且成绩斐然。虽然经典赛我们没有办法去迈阿密。但是每一场的比赛，无论输或者赢，你看都把国人的心紧紧的系在一起，所以棒球团结了这个国家。在之前南美国桃园队83连败的时期，2017、2018、2019
连续3年入去总统府接受迄当阵的总统蔡英文接见，这边是6天接手了，第一遍以6天托管的队名入去总统府。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亚太棒球场启用了，3月29号头一场一棒的开幕战，25000张的门票嘛拢已经卖了了。也毋过最近在办热身赛，有球迷是反映球场卖借问题，体育局嘛表示讲会赶紧来改善。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加做主球场，要伫3月29办一场即办开幕战，这当坐25000人的大型户外球场，即阵是全台规模上大的棒球场之一。开幕战门票全拢卖完，安顺东港有上万的球迷会来遮。不过伫正式启用前的暖身赛期间，真侪球迷已经对场内设施提出质疑。小时候坐中间的人要出去上厕所，或是去贩卖部买东西，就是要跨过走道的时候比较难走，还有一些上下中间横向的移动位置太少，等于说我一定要往上走，往最下面走，才有办法到出口的地方去。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地方。不会借坏球啊，然后抢球啊，就撞到流血。打网络讨论甲热扑扑，有球迷讲内野138边仔的灰无留赢带空间，出去无利边，观众是有设置铁架加木板的桌面设计嘛有争议。另外防护板嘛较低，若当着界外球，嘛会产生安全的几率。球场反向的动线无够的问题，尤其伫内野区中段袂当互人行停当，观众爱设一个因烦恼若人多时恐惊会影响疏散的效率。那我们跟统一这边讨论了以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拆除一排的这个座椅，虽然呢会减少一些座位，但是让我们的球迷到了球场以后呢，他在横向的这个走道上面呢有一个。不会受到影响啦。除了球场设施引起讨论，球场嘛伫较市外，某人咧反映交通车车帮无够，面对各种质疑，台南市体育局回应，目前也是试营运阶段，会针对动线设施遮来进行轮转式的检讨甲改善。这阵开幕战要到啊，到底敢有法度伫大量观众之下来兼顾动线甲安全，正做外界真关心的重点。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65岁黄先生，检查发现有12公分的肝肿瘤，嘛已经是肝癌的尾期了。医疗团队手术把肿瘤切掉，佮配合无共科别的治疗，即马黄先生是恢复了真好。听台中的演讲，看起来真有精神，谁人拢看袂出住伫台中65岁黄先生，去年互医疗团队宣判肝癌的尾期，建议直接进入安宁照护。做工的伊一天5包粉，一枪200cc 的高粱酒。去年因为非常的疲劳、骨头酸痛，感觉奇怪，结果检查了才发现肝生12公分的肿瘤，而且侵犯2/3肝的主门静脉。我感觉人足疲劳的，骨头足酸的，工课无做阁袂使啊。做工人无做咪哪会使？检查出来时是，敢若阮兜人哭到要死，艰苦到要死。我就想讲，若医会好，紧医好好，减轻厝的负担。肝癌是台湾第2定发生的癌症，大部分的患者伫诊断出来时，定定是尾期，平均会当活3个月到半年。黄先生就医了后，电脑当场发现肿瘤伫倒边的肝。台中荣总用真济科合并治疗的策略，整效放射、免药、标靶治疗，甲肿瘤酸脱，成功互肿瘤救甲剩8.2公分。在精准评估患者肝功能的状况，抑阁有敢有衰微，那么可能引发肝的衰竭。预估就是他的肝脏在切掉这些肿瘤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再生？那如果他的肝脏的再生的能力不强，就会导致肝衰竭的状况发生。医疗团队透过15届的放射治疗，把主门静脉酸脱改善到1/2，佮把倒边的肝切掉，保留正边健康的肝。手术了后恢复甲真好。病理报告检体完全找无癌细胞，后续有关要登去病院追踪。病院强调治疗拢有健保的给付，肝癌的尾期有关会当转倒，肝癌的患者会当积极找专业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倡议讲，提供30天6成薪水，佮150天无薪水的长照安排假哦，大概是需要6亿的预算。另外是望讲劳动部应该爱推动。劳动部长洪胜汉早起是表示讲，会当来讨论，也毋过上好是等长照3.0实施了后，再过来评估。有立委嘛指出讲，长照人员的薪水已经9档拢毋捌调整了，要求卫生福利部要爱检讨。
现在青壮年厝内有细汉囡仔，阁有老大人爱顾，照顾负担两头烧。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且相关部会针对长照相关议题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立委林月卿提出数据表示，根据劳动部的调查，有76%的民众无薪水也需要长照安排假，而且有60%的劳工因为长期的照顾压力，捌考虑过洗头路。这代表需求已经很明确，而且正在发生。请问两位部长，这个数据足够支持你们推动长照安排假吗？照顾不离职为目标的政策，我想我们当然都很愿意来思考了哈。其实我们也在跟卫福部讨论长照相关的价别啦哈，它的必要性跟可行性。林月卿要求劳动部必须加入薪资补贴机制，投入6亿的经费来补贴清长照假的劳工60%的薪水。另外，国民党立委廖伟雄是针对长照人员的薪水提出质疑。伊讲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了后，平均一个服务员爱照顾10个家庭，工作量增加，不过政府的长照薪水煞9年无调整。有关于长照这个实务上面临给付标准，没有相关的工会跟我说，从上路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9年没有完全的没有全方面的去调整过。我们可以考虑说，如果你这个 CPI 的变动达到多少，或者是定期多久来做？对，我觉得定期这。廖伟雄要求卫福部应该每2年就要参考物价指数来做检讨，或者是调整，安尼才会当留住长照人才，去引少年人加入长照，稳定台湾的长照体系。记者查询林旭凯台北报道。针对总统赖清德表示讲，政府展开核立场、核三厂停放的评估，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早起去行政院抗议，质疑讲政府无讲核废料要安怎处理，嘛批评讲咱国内针对核灾的疏散半径是8公里的应变区上细路，要求政府应该比照国际标准，把应变区至少扩大到30公里。核废要放哪？政府请回答。反对核电的环保团体聚集伫行政院大声抗议。顶礼拜总统赖清德表示，立法院通过核管法，政府就依法行政。经济部评估了后，表示已经对1个核热厂、核三厂也有重新运转的条件，台电当在准备停放的天数，这引起环保团体的不满。指出核管法修法以后，并无强制要求政府要提出停放的申请，政府无应当把恢复加远的目标放袂记。环境基本法23条很清楚的规定，政府应订定计划，逐步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是应订定计划。我们走了20几年，终于实现非核家园。赖总统怎么可以跟大家说，去年已经实现了，今年要开始要往核电走呢？政府也表示，核电停放要有3项条件：安全无问题、核废料有通解决、社会有共识。环保团体批评这3项，若政府拢无达成，嘛摕日本福岛核灾疏散半径爱30公里来比较，台湾则要求8公里。因认为政府调查若有咧要义安全问题，应当赶紧修法比较国际标准。我们都知道，福岛核灾疏散都必须要到30公里以上，但是我们台湾仅有8公里。你既然要求核安低，我们希望你们尽速修法。修改这个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把我们的紧急应变区域能够扩大，这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国民的财产安全。环保团体共同要求核电停放要下民主停输，就免去回应核废料的问题，嘛要修法把核电厂紧急应变计划区扩大到30公里。行政院派代表出面回应，讲会把这些诉求加上去讨论。所陈述的这些问题哈，那我们会带回去，然后我们会向长官报告。然后请这个相关的部会来给你们回答。环团认为，无应当甲超过40年核安记录的核电厂个停放。台湾需要用电，政府应当去开发再生能源，也是地质资源，互百姓唔免继续受到核安的威胁。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中东战争引起石油危机，新兴的能源呢，嘛正受到注意。咱台湾有正丰富的地热的资源，经济部即嘛咪邀请国内外专家来交流。昨经济部长金明钦嘛表示讲，目前天然气的价格一只船是比平常时贵10亿哦。4月的电价敢袂起咧？明仔载来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来讨论。CPC provide the individual of the Taiwan enough the gas, LNG and oil, and we keep the supply chain go smoothly. And by the end of the June. 经济部处长罗建信用英语致辞，伊讲，伫二次能源转型的背景之下，台湾就算供电需求大，也是创下上低碳的排放量。嘛强调地热能源是其中真重要的关键角色。
中东战争致使全球展开能源总清点，不过台湾再生能源是几啊届去香港发展了上慢。圆山1号井啊，那么我们已经钻到了4000多公尺啊，那么很成功的证明就是说，在宜兰地区的一个地热的模型，以及我们在钻井探勘的能力上呢，能够达到一个深层地热的能力。中油公司强调讲，即马技术有进步，不过根据经济部的调查，台湾地热2025年累计装置的用量拢总12.93兆瓦，离原底20兆瓦的目标也有一段距离。台湾发电的阵线敢是已经有够啊！经济部为中东战争开始拍了后，嘛加速进口液化天然气。不过，即卖计销一只船都比平常时啊贵10亿，以目前调度20多只船来计算，至少要加付200亿。拜五就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4月份电价敢会起，引起众人的关注。目前的能源价格的水准是比俄乌战争之前大致上还是来得低啊，平均来说，所以只要时间不拖长，我们先前能源价格的跌幅可以有一种缓冲垫的概念，平均售价还是低于发电成本，所以适度上还是可以酌量去反映民生电价。学者分析，目前国际油价的状态，进前热的长咧救回来，不过时间变来久长，恐惊情形就无遐尔乐观。建议开发甲准再使用拢爱同步进行，包括起民生电价、部分纳入核电等等，来增加发电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驾驶讲，伫凯旋甲定兴路口，常常因为停红灯，有车就会卡伫轻轨的铁轨路顶头，实在是真危险哦。交通局嘛表示讲，目前有研究要来调整号志灯，避免车伫红灯的时，搁停伫铁轨路顶头。货车正滑，头前轿车煞因为红灯熊熊停落来，货车嘛掉伫咧轻铁的铁轨路顶头。代志是伫高雄凯旋西路还有定兴路口发生的。驾驶这支轿车已经过停止线，煞无要赶紧通过，会互后边车停伫咧危险的所在。白色自小客车转弯后遭遇红灯，因而停放于路口处，并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规定。警方表示，轿车并无违规，不过货车停伫咧铁轨路顶头，是因为号志有改变，不得已的行为嘛未举发。不过，当来到现场，路口的标志就有写讲爱看号志来行。实际观察，正滑通行的火是的时阵，一直到路口红灯进前，通行的时间有37到55秒，无算短。不过，居民确实常常看到车掉伫咧铁轨路顶头。这个地方就直走，叫他们设个标志，让左转弯直走。有些人为了贪快或是想要省时间，他就会直接从那边左转过来，然后就导致于他这边交通整个打乱这样。同款有甲轻铁至接的凯旋甲里亚内路口有设转向车会当继续行的标志，意思就是转向了后拄到红灯嘛会当直行。不过警方提醒，若无设继续行的标志，目前要是照号志驶还是停。单一路口的设计，那看到远端的红灯，容易误判不能再续进。那交通局已经先增设了请勿停等于轨道区内的告示牌，那后续也会评估增设转向车辆可以续行的指示，让路口资讯可以更清楚。因为等红灯掉伫咧铁轨路的状况是不时伫咧发生，交通局嘛表示，有一寡路口应用轻铁用单一路口的设计，会建议增加一寡转向车会当继续行标志，避免车辆停伫咧铁轨路顶头。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的动保处接到证据，讲中六节非法的用繁殖场，加警方去查找后，嘛救出34只的缅因鸟。繁殖场的头家哦，进前嘛捌防法几啊届咯，嘛来移送地检署侦办。猫仔一只一只身体检查，还有治疗。动保处接到情报，伫咧桃园中立一家非法拍种场，现场的猫仔营养不良，而且伫咧做垃圾的所在生活，有一寡猫仔的门佫结做规地。前几日，甲警方斗阵去稽查，甲34只猫仔救出来，现场嘛查到真侪药啊甲药标。有看到他在清猫大便？有了，有清猫大便。所以你们也知道他在这里养猫就对了。知道了，那个味道很浓，大怎么会不知道呢？哦，但是不知道数量多少这样子。也不知道是非法的，就对。对。涉案的涉嫌的业者，捌伫咧81年，还有114年，因为非法拍种去互裁罚，常咧非法拍种。过去佮用不实登记，还有晶片改变的方式，甲动物的来源暗砍，嘛技术涉及不实交易文件，还有伪造文书等刑事责任。目前依照动保法，先将猫仔带回去，该采取相关新台票300万的罚金，后续会送地检署侦办。它是累
犯，我们会加重处罚。这个业者已经是第3次的一个累犯这一次除了就是没入他的缅因猫之外，我们处以最高的300万的一个罚款。针对非法拍种等相关的违规，动保处已经成立宠物及产业管理科，专门伫咧办理违法的案件查缉，还有产业的管理。自成立到今，已经查到11件违法的案件，将220只动物救出来，累积财罚的金额已经超过新台币350万。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九如是咱国内雷蒙的产地，也毋过今年6月的状况是真严重哦。一丛雷蒙树大约只剩一半的量，农民是真无奈，表示讲连续2冬雷蒙的产量是减少真侪。那有些都已经腐烂啦，像那么大颗都还会掉啊。行入去雷蒙园，会当看到涂骹袂少落果，农民无奈表示，今年落果状况特别严重。足侪果子因为发了无好，也是营养无够，也未大粒就落了，甚至才拄仔要开花就疏花，树枝的花拢连去，有的农友就算用较好的肥，嘛救袂转来。去年风台台了，你即摆种花又无介完全，即摆要开花的时，佮拄着气候佮歹，伊开足侪花，但是拢花的无授粉也是安怎，我是毋知，但是算讲规个拢落伫涂骹，伊个无粒啦。农民讲，今年花开了歹，主要是受到气候无正常影响，冬天无够寒，雨水落了无够，影响雷蒙的生长。加上前几冬山道鱼开辟风台，甲树根拍歹去，雷蒙树到今年也未完全恢复。另外，过年了有几6天，早暗温度差伤济，半暝啊寒，透中昼热，花就随死去。因过一丛雷蒙树大约400-500斤，今年恐惊还收无一半。阮这3年的产量拢非常的无正常所以各调起来嘛无介水，拢较细粒我们只能建议农民多多的这个立支柱啦都牙管保护好，那再多施一些有机肥，让它快点恢复这样。连农会超市架顶的雷蒙看起来嘛无大粒，而且价小无俗。有其他的农友建议，会当增加叶培的频率，帮助树根吸收营养。嘛鼓励农民加调较歹的树花，甲营养留予较好的果子，先稳定产量和品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英国国教性工会选出63岁穆拉里来争做是1400多年来头一个领导英国国教的女性的领袖，也毋过恐惊嘛爱面对教会内部的分派，阁有各界对女性领袖的质疑。手举宽汤代表性甲坎特伯里大教堂的西门卡山的穆拉里正式就任坎特伯里大主教，伊是英国国教自西元597年设立以来头一个女性领导者。这个典礼特别选伫天使报喜节来举办，真有意义。I solemnly commit myself before you to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Anglican Communion, and the whole Church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world. 穆拉里伫40岁进前是英国国民保健署的护理师，而且也做过护理长。就是典礼当中，伊特别使用当初时护理师佩戴的钳仔来代表伊的心意。威尔斯亲王威廉甲凯特王妃拢来见证这场结合传统甲现代变革的盛典。穆拉里强调，虽然伊还阁咧适应这个等于是基督教界教宗地位的新角色，不过伊希望这当鼓励搁较侪女性勇敢追求梦想，无论这个梦想伫传统的观念当中有偌尔艰难。So there's something about celebrating women, but also being able to say to other people, in a sense, it's entirely possible for you to follow your dreams of what you want to do. 不过，穆拉里就任面对的是严格的挑战。前大主教威尔比因为处理教会内底性侵的案件无好势，伫2004年请辞，互教会名誉受到损伤。另外，全球8500万的性工会信徒对女性领袖也有 LGBTQ+ 议题意见无相同，特别是亚洲、非洲地区的保守派已经对伊的领导权提出挑战。穆拉里敢会当伫传统甲变革之间找到共识，是伊任内上大的考验。The previous occupant of the job, Justin Welby, was ousted because of a scandal in which he failed to safeguard some of the church's most vulnerable people. So a lot of eyes will be on Sarah Mullally to make sure that she gets that part of her administration correct. 面对前大主教留落来的危机，伊必须爱做出改变，确保这个有1000年历史的老体制会当真正成做是保护弱势的所在。这场权力的交接，毋但是跨性别，更加是教会自我救济的开始。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